A 小姐从月薪4000块到她拥有了2间房地产。这位 A 小姐是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来找我咨询的。她说我打工每个月稳稳的4000块，有时候有点 OT， 还没有结婚。她就说怕以后结婚的生活过后有了孩子，生活费会越来越高，或者是她自己的花费会越来越高。我收入4000块有办法买到好的房地产吗？我帮她算一算过后，我和她说只要你信任我，我一定帮你找得到。今天已经过去了8个月，她手上已经拿着了2间房地产，每一间都给着她800块 positive cash flow，2间就是1600块了。我再帮她配上 mortgage reduction 的做法，让她10年过后这2间房地产可以拿到100到150千的 capital gain。每个人的薪水不同，但是方法可以 duplicate。想知道我是如何帮她规划的吗？或者是 case study， 我可以帮你做一份简单的分析。房产投资不用猜，跟着家乐最实在。